在地人在地前，最近全台各地拢有樱花通欣赏森林草岭的招牌，唔但有樱花，阁有农特产品，好游客会当哪看花哪食在地料理。现场的各地游客旁讲讲的美，随城游客回过来看到做啥物？这是招标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配合樱花季活动规划市集，卖各地游客头家讲，敢若花季期间会出来摆摊卖菜。我中华万宁。啊，各地有成本来，无食当是要食啥？来就是一定爱食。对啦。毛业者伫咧卖场路，伊是咖啡农极品秀，经过朋友建议来卖这酸甜滋味的梅仔接蚵桥，嘛敢若伫咧樱花季节吃会到。因为我家自己有梅子，我的梅子我都会做成脆梅、Q 梅，客人喝到梅汁，觉得很好吃。樱花季活动含山川市集到3月初2为止，主办单位欢迎民众把握时间来遮看水景，顺续食好料理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